我怎么念？我周末口才呢？我去小辣椒。我是奶奶。我没有说没忘记了，我碰碰不出来。那是哪里？是哪里？我不知道在哪个地方。我怎么念？我周末口才呢？我去小辣椒。我是奶奶。我没有说没忘记了，我碰碰不出来。那是哪里？是哪里？我不知道在哪个地方。我怎么念？我周末口才呢？我去小辣椒。我是奶奶。我没有说没忘记了，我碰碰不出来。那是哪里？是哪里？我不知道在哪个地方。我怎么念？我周末口才呢？我去小辣椒。我是奶奶。我没有说没忘记了，我碰碰不出来。那是哪里？是哪里？